喜好料理。哎呦，大宝，你又来了，哎呦，因为你实在是咱查甫人的救星。哈？因为你教我煮的我是什么药丸了吗？不是，我甲你讲，药丸过时咯，真吼，看你的好料理了后，咱回来吼，帮厝内底，帮某也好，帮妈妈也好，加款一寡菜色。哦，对对。咱即摆甲查甫人的地位大大提高。嘛，毋是讲地位咧，因为其实即摆的人吼，双薪家庭的足多啦。对。哦，翁仔某有时拢爱上班，拢爱做工课，所以大家互相分担啦，有闲的就如此啊。对啦。我会记你顶下来有鸡肉饭嘛。哦，鸡肉饭遐，囡仔食好食。会记啦吼，顶下是鸡肉，会记啦用猪肉，所以这道菜嘛算简单，但是内底嘛是有一寡美甲滴的。这要做啥物？要做白皮肉。但是白皮肉我毋捌看过，佫有即个。你个年龟，好，进来看这个。来，我这条工传这条要互你处理啊。我今日顶边啊，我找简单的，互我来。唔是我来，我爱有功夫啊。来，咱即摆做吼，咱这白皮肉一般咱拢是用三层啊，因为三层吼有肥有正，食起来吼较袂遐涩。哦，口感。啊，要煮白皮肉之前吼，咱会先用水甲烫一下，烫一下条。水滚才落吗？无，冷水就爱落。冷水就爱落。因为你烧水落去吼，咱主要是白皮肉你惊迄个鲜味，上惊嘿，就是煮好时有迄鲜味。对。所以咱要炒，咱做两解，头一解是用冷水。哦。啊，为什么用冷水？冷水起来吼，伊个内底一寡废水还迄个臭臭开吼，才会豆豆出来。你若一个水滚烧水落去，伊表面水顶去，变做。伊个迄个废水嘛，也会含一寡伫内底。啊，这要煮到啥物地步？好滚一条啊！滚者咱就好，差不多滚30秒1分钟就使。咱等下这个换一点水落去撒。好，啊，这年龟要下皮了。年龟，无来我你，咱食鱼食肉，买菜价，啊，就菜价嘛。来，我用半条啦。啊，这麻烦你吼，你甲用这个烤刀啊吼，下皮。无，甲烤一丝啊，哦，一片一片，哦，不爱丝，爱是一片，一片，食到看起较大瓣，食到个水，像安尼一片。对，哦，这其实用烤刀较方便的。对，啊你烤一捆啊吼，平，伊就袂甜。安尼就袂那么黑白过咯。哦，啊，咱就一直甲一片安尼。一片甲烤起来嘿，啊你烤来，等下甲往落水落浸，泡水过吼。会搁较脆，泡水过搁较脆，泡水过较脆。为什么年仔过爱泡水才会脆？对啊，足多蔬菜拢是安尼，像咱咧这葱啊丝啦，还是一寡红菜头啦，物件拢泡水过，你食吼，口感比较好诶。我掠准讲这洗好的时阵，咱切切的就会当用啊，其实搁爱加一个泡水这个功夫就对。对。大宝，你来看，好，开始灌恁这个泡无。就是拢一寡迄个废水啦，还是伊的一寡垃圾太过面。所以肉馅就是拢是一寡。啊，即摆是咪爱摕汤匙甲糊大？不要紧，无，咱这点要换掉，因为这点水会较粗。哦，这点规点换掉。换掉，咱再又用另外一点水。哦。啊。所以冷水先一解，啊煮好甲滚的时阵，嘿，啊规个倒掉，搁换一个。对。哦，滚啊。哎，对。安尼就可以。安尼滚个就使啦。我来看。哦，安尼，我清气，啊，你看，这就是来臭臭的这啦，所以咱这点水就卖，虽然较高工啦，但是因为咱家厝要食吼，就是吼，愈切较清气、较健康较好啦。大宝啊，拄只吼，咱烫的怀水吼，垃圾水甲换掉，去换一点清气水，咱所以第二点就是烧水落。对。啊，这安尼像这肉，这差不多2-3公分厚的，爱煮偌久？这差不多是15分就熟啦，但是爱看人的口感啦。咱厝内有4大人，咱就加好煮10分钟，加到煮25半点钟。哦，所以看你要爱口感较济咧，还是要较脆，还是较软的。就看咱厝的有4大人无安尼。这要落无？下煞葱姜。来米酒来，米酒算。米酒嘛当压醋啊。米酒算可以哈。米酒、葱、蒜头、压醋哟。我会掺蒜盐。这时阵就要掺盐嘛。嘿，掺盐。因为盐吼，你筛过程，等下咱肉本身内底伊就有加蒜盐入去，
所以会较甜。唔免讲一定要靠豆油的啊，伊肉本身嘛好一点仔味好落啦。对。安尼像烧水落啊，这就是放哦滚炒20分钟。嘿对，来啊，这个时阵啊，咱来调咱的迄个蒜头豆油，蒜头豆油。蒜头豆油这就无咩加啊，就蒜头豆油落就好啊，对无？好啦，我用豆油嘛会使。咱传统的是拢一般就是拢啊，就是一般豆油就落啊。一般豆油就落去。嘿，咱会惊讲无共款的用说鹅油看卖好啊。哦，嘿，鹅油。我第一届试着讲用鹅油来做这个蒜头豆油用的。对。香油要无？香油免，这是味素。糖啦，糖啊嘿，一撮糖。所以这爱糖的原理是啥物啊？因为食着较甜水，较袂遐死咸。哦，用糖啊落去甲迄个死咸的甲。对。啊，你来用这沙巴的水就使啦。哦，搁加一寡沙巴用的水啊呢。因为咱这鹅油吼会较咸一丝啊。啊，其实吼，即摆为人足爱食咸的吼，你嘛会当用迄个啊，用咱的迄个辣椒油。辣椒油嘛会使。哦，即摆迄个大辣椒干。对。哦，我安尼加。啊，你来要掺迄个白麻酱。白麻酱嘛会使。芝麻酱嘛是会使。哦。哎，对，所以在你问啊，咱传统的就是，咱一般传统就是用豆油啦，豆油、蒜头安尼嘛足简单的。但是输赢就差一只芳气。嘿，味有无啥共，你等下当食看卖。啊，咱即摆互滚差不多25分钟，安尼就可以啊。滚好时佫翕者。滚好唔免随起起，爱佫较翕者。嘿，佫有浸咧，佫浸10分钟。所以咱即摆滚20分钟，等好了后火紧调，对，挂砍起哩。嘿，咱等下即个甲翕10分钟安尼。对。好。好，来咯。哇，你看，等下白配肉。所以即摆第2轮嘛滚好啊。嘿，好，啊，咱起来传一个冰水。哦，爱用冰水哦。冰水吼，你若无冰者吼，等下你切吼，尤其你若杀伤久吼，伊的皮甲这较会分开，你切的时候较会开。啊，佮另外一点就是你用这，伊即摆烧嘛，烧你即摆用这冷的吼，浸掉的吼，一缩，会缩起来，嘿，缩起来就是伊的肉的本身会较迄个杂质，所以你食的会较脆一丝啊。迄个口感，较袂糊散。有的时阵吼，我看有的恁硬这白皮肉的时阵吼，真硬皮肉就分开，对，皮肉就分啊，开。迄嘛因为杀较久啦。啊，为什么我拄则会强调讲，咱对变先用水甲迄垃圾泡用一遍调？你看咱这边煮起来就袂啊。啊，这个汤落去煮菜头汤啦、丸仔汤啦。这汤上赞的，这就是自然足好的高汤。所以这个这汤爱留咧，会当两用的对。对。啊，佫有直接像说水啊，大家分享是另外一种我咧做法咯。我若讲已经我都已经传别项汤咯。对。吼，我无要甲这肉汤留咧。就是咱对面甲烫掉以后吼，对，咱咧煮饭的时阵，米洗好水落的时阵吼，咱拄只对个烫掉的，迄个三层，将它刻到掺饭做为主，甲调落。所以迄个肉就当烫来做伙。对，你迄个饭煮好伊调开后翕起来，煮好的时阵，迄块白皮肉嘛好咯。而且迄点白饭内底佫有肉会芳佮甜。所以看今仔日咱是毋是佫有准备要另外做一个汤安尼？对，来你拄食吼，拄食你用的这个圆粿，你等下吼，掺白皮肉吼，加咧食，好，我甲你讲，迄口感才会赞。这个三层足水的吼。哇！恁白皮肉真正有切得够，我甲你讲，你后回吼，你买一个三层等于你甲切较够的。你食看卖迄口感，试看卖，看迄个脆豚抹猪油的迄种感觉。我来试看卖做好过的人是啥物感觉？阿写的感觉。来，白皮肉。